都市人出名乜都快，返工開會、湊仔煮飯、應酬交際，一日落嚟連唞啖氣嘅時間都冇。加埋經常捱夜、作息唔定，飲食有時難以兼顧均衡，大腦容易過度疲勞，有機會影響日常工作表現同專注力，甚至可能對身體整體狀態造成負擔。而隨住年紀增長，身體機能自然出現變化，關注健康嘅人士尤其會注重腦部嘅日常保養。想喺忙碌嘅生活入面揾翻靈活同健康，除咗均衡飲食同適量運動，揀一款合適嘅營養補充品同樣有幫助。Belsante 銀杏冇蛹精華第二代升級版 Vital Plus 2以植物營養為核心，適合關注日常健康嘅現代都市人。相比第一代，升級版特別加入無蛹萃取、褐藻糖膠同銀杏萃取，並全新添加褐護素萃取及磷脂鮮絲胺酸簡稱 PS， 為身體同腦部提供多種營養，支援日常生活嘅思維表現同身體狀態，等你無論返工定生活更精神更起勁。產品升級配方嘅核心力量，結合歷史悠久嘅草本智慧同珍稀真菌，成分入面嘅銀杏果含有多種礦物元素、銀杏黃酮同兒茶素等活性成分，一直深受傳統草本學重視。呢啲成分有助維持身體循環嘅正常運作，促進大腦同身體各部位嘅血液供應，對保持思維敏捷同整體健康有正面作用，亦有利於血液同呼吸系統嘅日常保養。配合源自日本深山嘅冇蛹萃取呢種高蛋白、低脂肪嘅珍貴菇類，富含維他命同 β 葡聚糖多糖體，兩者相輔相成，能支援身體嘅天然防禦機制，由內到外幫你維持良好體質。除咗傳統草本，我哋亦加入全新成分，全新添加嘅褐護素萃取，源自擁有1300年歷史、生命力頑強嘅蓮花種子。人體日常代謝過程中會自然產生一啲氧化粒子，而褐護素有助維持細胞內天然保護因子嘅水平，提供溫和嘅抗氧化支援，幫身體應對日常環境同生活壓力帶嚟嘅負擔。至於萃取自褐色海藻表面黏滑部分嘅褐藻糖膠，呢種水溶性食物纖維富含特殊多糖體，可支援腸道健康，為身體提供多一重嘅日常防護。另外，配方入面全新添加嘅磷脂鮮絲胺酸，簡稱 PS， 係腦神經細胞膜嘅重要成分，為大腦日常運作提供營養支援。呢個成分既維持腦細胞膜嘅正常流動性，亦支援腦細胞有效利用葡萄糖，為大腦日常運作提供所需能量，同時對神經傳導同資訊接收嘅順暢度有正面作用。同銀杏萃取相互配合，可建立更全面嘅大腦日常保養方案，幫助維持思維清晰同敏捷。Belsante 銀杏冇蛹精華第二代，建議每日飲一包，餐前用50毫升暖水攪勻或者搖勻之後飲用。液態配方溫和，更易被人體吸收，每日一杯，為身體補充多糖體同抗氧化營養。本產品特別適合節奏緊湊嘅都市人，追求思維敏捷同提升工作學習表現，關注身體日常防護力以及注重心血管保養同生理機能保養嘅人士。由內到外支援日常保養，幫你維持清晰思維同身體活力，等你每日都精神飽滿、步伐輕盈。